加利亞書第一章。大利烏王第二年8月，耶和華的話臨到易多的孫子利比加的兒子先知撒迦利亞說：耶和華真向你們列祖大大發怒，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：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，你們要轉向我，我就轉向你們。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。不要效法你們列祖從前的先知，呼叫他們說：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，你們要回頭離開你們的罪惡道惡行，他們卻不聽，他們也不信從我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你們列祖在哪裏呢？那些先知能永遠存活嗎？只是我的言語和律例，就是吩咐我僕人眾先知知道的，豈不臨到你們列祖嗎？他們就回頭說：萬軍之耶和華定意按我們的行為向我們所行，我們怎樣行他也照樣行了。大利烏第二年11月，就是西擺特月24日，耶和華的話臨到易多孫子比利加的兒子先知撒迦利亞。我夜間觀看，竟有一人坐着紅馬，站在溝地番石榴樹中間。他身後有紅馬和白馬。我對與我說話天使說：主，這是什麼意思？他說：我要指示你這是什麼意思。那站在番石榴樹的說：這是奉耶和華差遣走遍地走來走去的。那騎馬的對站在石榴樹中間的耶和華的使者說：我們以遍地走來走去，見全地都安息平靜。於是耶和華使者說：耶和華啊，你惱恨耶路撒冷和猶大城邦已經70年，你不憐憫要到幾時呢？耶和華就用美善安慰的話回答我那與我說話的天使。與我說話的天使對我說：你們宣告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，我為耶路撒冷為錫安心裏極其火熱，我甚至惱恨那安享的列國，因為我從前稍微惱怒我民，他們就加害過分。所以耶和華如此說：現在我回到耶路撒冷，要施憐憫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準繩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你們要宣告，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：我的城邦必要再豐盛發達，耶和華必再安慰錫安，揀選耶路撒冷。我舉目觀看，有4國，我就問與我說話天使說：這是什麼意思？他回答說：這就是打散猶大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國。耶和華又指着4個匠人給我看頭，我說：他們來要做什麼？他說：這是打散猶大的國，使人不敢抬頭。這些匠人來威嚇列國，打散他們的國，就是舉起攻打散猶大地的國。